啊，恁哪一个人伫遮咧哭啊？我被抓去，我被抓去。好啦好啦，你莫哭，你莫哭。啊，你是不是毋知人长心？无安尼啦，你甲我讲，恁兜住倒？啊，你叫啥物名啊？我叫妹妹。美惠，美惠，你莫惊。啊，无安尼啊，啊一撮你豆豆找，你若是有看到熟悉咯，你先甲我讲，好无？好。妹妹，啊你是安怎？我开这窗呢。来，叔给你抱。爸爸都要。然后你吃，好。妹妹，美惠，你敢会记这条咯？哈，敢是这条？美惠。警察先生，警察先生，歹势啊！啊，因为这个妹妹哦，伊毋知影路行转去，啊，我带伊咧找路，找到伊煞总困去，所以今日请你斗相共者，找到因兜伫倒。哦，啊，毋过我即马代志要来办呢，啊，无安尼好啊啦，派出所伫头前无远的所在，你伫遮甲跑过，我以后同事会帮你处理哦。多谢，多谢。哎，你啥啊？囡仔行我。你出！我甲想要问你是啥个？光头白你搭遮抢囡仔？我这边问你咧，放手啦！你啥？哎，你别走！阿姐，那我对你无客气哦。你啥？我想做爱个囡仔互你。听我！你啥？你阿哥，你住口吧！我的头发！快点！你创啊！警察先生，你来后多好。这个人要拐囡仔去卖，紧也抓起来啦！是你哦。警察先生，你第一替我做，我要偷抱囡仔。啊，你硬误会啊！这囡仔确实这先生捡到的啦，拄则伊向我报案啦，我拄好代志爱办，我请伊直接抱去报出所，这我通替伊作证。万岁奶！美惠，啊，你若无较早甲阿姐讲的啦。李伟，领导人已经找到，叔叔就放心啊。以后千万唔通甲乌白乱走。若是真正去拄着歹人，安尼就唔好啊，知无？歹势啊，先生，你救我的查某囝，阮搁甲你拍到安尼，你的伤敢有要紧？赶快去看医生哈。袂啦，袂。歹势咧。实在是足歹势的啦，是我想过匆忙啦。算我衰啊！我摕啦。算你哦，行好运啦，拄着好心人啦。哎，先生，多谢你呢。阿母，阮困袂去，你会使讲讲互阮听无？最身躯的所在，你上尾一间，咱来便所较头前挂。阿姐。你是美惠哦？美惠啊，美惠。我来恁大家啊。是啊。来来，先个抱阵。好。来，美惠，美惠，对咯。来来来，起来起来起来，快点困了，快点困了。哦。来来来。
行好，行好。阿爸，卖掉了，阿爸，卖掉了，阿爸，阿爸，卖掉了，阿爸，卖掉了。好好好，乖，阿爸伫遮，你免惊。啊！是你啊！拄则天龙甲美惠伫感仔店过去啊，后壁叫我先转转来困。多谢啦。阿母，我甲你讲，等我困的时，有看到阿爸呢。你在讲啥？知，阿爸带我转来，陪我去眠床顶困的。我也袂讲啊。阿红讲的是面的啦。我昨暗看我转来，囡仔拢伫咧后壁遐困。面底遐穿好什物抱伊转来困，可能是穿大兄的衫。囡仔含面，也准是看到大兄。爸爸一直叫我输了。美惠啊，你哪在哭啊？阿爸一直叫我输了。你想哪讲大仔，我招我出来啊！哎呀哥！红啊，你给我出来！你想哪甲你想我迄囝啊？讲什么大仔，我招我出来啊！我无要讲啊，是阿勇甲我讲的。李英姊，若从你巴肚内会喂大仔，我手仔出来，手仔若大张，就会生灵异，人就会死翘翘呢。我怕伊死翘翘，我怕伊死翘翘。美惠，你莫哭。阿姐甲你讲，阿姐会晓变魔术咯。我当甲你巴肚内底灵影子甲变出来，我变互你看好无？你注意看。哇，真正假的，真正假的。美惠，以后你来物件，你会多做袂好笑啊。都是阿姐。啊，好啦，红啊，带你小妹哦去洗手面，然后食早顿啊吼。玲华，你哪会想到这种骗囡仔的魔术啦？哦，在我细汉的时阵，爸爸因为要说伊甲灵眼子食入巴肚内底，去互隔壁的囡仔搞吓惊。迄当时，阮路上就是变这魔术我看。你以后一定是一个真好的爸爸。老早，阿姊，老早，你哪来？来，我爸比
好甜。我来找明华阿姐送啊。安尼哦，因两个哦，特别来找明华，我就带因来啊。哎，够唔够啦？阿公阿妈搞早。那还真乖啦。真乖。你好，美惠。阿姐，阿姐哥哥好甜。阿姐，无错吧？好啊，啊你送啥？我有做一个佚佗物啊，等。啊，来，生这好不好？哇！来，阿姐教你，呀，阿姐你。好。阿哥坐火车。哇！我来捧水果。放鸡，二放鸭，三分开，四做对，五大兴，六拍手，七拍生，八王片，九家喜。来，我哩，你先看麦听。一二放鸡。你敢不知影？运动上即摆心内咧想啥？三分开，四做这两个囡仔哦，那真正是医术唔知偌好。来明华，赶紧带我，才有顺通报啊。休一个，休一个，哈。哦，来，阿姐。多么。来，妹妹，我哩，有好食吗？好，啊，即摆阿公来教恁唱囡仔歌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秀才，骑马弄来。骑马弄来。秀才爱讲啦，哎，所以讲吼，秀才，骑马弄来。秀才，骑马弄来。哎，对马顶跋落来，跋一个真厉害。对马顶跋落来。跋一个真厉害，跋一个真厉害。目睭疼，顾目白，目睭疼，顾目白。喙齿疼，大会海，喙齿疼，大会海。啊巴肚疼，高肚仔，阿爸肚疼，高肚仔。大家笑嗨嗨。大家笑嗨嗨。阿姐，哥哥好甜。好啊，来。古早有一个人叫做白贼七啦，你是安怎叫做白贼七啦？因为做讲白贼的，爱伫厝的是摆地，是所以叫做白贼七啦。爱常常甲乌讲成白，啊，恁小妹已经有对象啊，啊你咧哈？我嘛已经有对象，就是安尼。你也有对象啊？无吼，恭喜啦，恭喜啦！啊，我较无闲啊，我先来走啦吼，先来走啦。歹势呢，吼，顺行啊。哦，顺行。你讲你有对象是啥？阿姐，你会爱困啊？安尼哦，无我出来等啊。阿扁，阮差不多要来转啊，今日多谢你。哦，再过来了吼，过来。阿姐，我爱困。好，阿姐出来等去。上来，呀。阿公阿妈，我来等啊。哦，乖。来。唔知影啦，叫是讲伊是白仔囝咧。有影咧，我即个甲因抱大汉的衫照，较属于即个拄熟识的照。你是咧食醋？哪会食醋啦？伊是真心疼惜这两个囡仔，这两个囡仔唔知遮尔念伊。伊对阮阿嫂嘛是非常的关心。所以你嘛感觉头头阮弟上对袂人讲的，就是阿嫂。就看天安怎安排啊。天要安排，
嘛爱人有拍算啊。就算讲阮理想有迄个拍算，嘛就怕大嫂心内有迄个拍算无啊。大兄才过身无偌久，即摆讲这会甘的。毋过我所拖两个囡仔，若是有一个查甫人真心咧疼痛伊，要照顾伊，我相信大兄应该真欢喜才对。拄则小美有讲，人若有拍算，天就会安排。有人伫无？嘿，琪琪啊！今仔日是上生日啦！秋啊！来，送你。多谢阿姐。阿姐，我无。你当然嘛有。来，这送你。哇！啊，你咧创啥？画图啊！哦，来，阿姐看嘛。你咧画啥？这是阿母，这是我，哦，这是美惠，这美惠哦。哦。分出阿姐。哦。啊。那咧，这是啥？用阿姐。啊，美惠，阿母你哪？阿母你看阿姐菜。对啦，树啊，今仔按两摆煮啊，我餐厅订好啊，咱做伙去食。要请阮食饭哦？啊，是要替美惠庆祝生日哦？是啊。人来啊！阿公阿妈，阿公阿妈。哎，乖乖乖。来，家己坐哦。坐。阿红坐。美惠，大家要替你过生日，你欢喜无？有。奶奶你爱讲啥？多谢。玲华，多谢你今仔日专工请阮食饭。啊，免客气啊，人家后生日，咱这个来食食。好啊好啊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我要去。是不是无照过生日给人个？无。美惠，紧个拿一本我。哎，等，还未许愿呢。啥物是许愿啊？我听无。哦，许愿的时候，你希望你心内所想的代志会当变成真的。譬如讲，你想要一个玩具，你得甲许愿。啊，许愿了后，你才甲甲这个蜡烛分花，安尼就会当。啊，毋过我无知影要取消诶。来，我来请。我讲阿妈。好。阿公阿妈在跟人讲。哦，这快哦。阿妈好哩。那你就乖啦。好，紧等你食给人讲，哈。好恁两个。多谢阿姐，多谢阿姐。
明华，你敢有看到啊？啊，头拄哦，因叫我到我妈的时阵，因倒上啊卡送，笑得我尔欢喜咧。啊，你敢无想讲要赶紧娶某，生一个孙互因抱啊？我迄同事阿顺，啊，第二个查某囝生了甜甜水水啊，啊，高中毕业了后，伫咧迄台北食头路吼，有想要找对象啦。啊，若是有机会，我安排恁见面，好无？你感觉安怎？若是有意思吼，我就安排恁见面。宝贝，哦，真拍算咧，迄个查某囡仔吼，真正是袂歹，足乖巧的哦。像我啦，你若安尼讲，你明知我。哎哟啊，咱是朋友，我当然嘛会关心你的将来啊。你遮尔啊听我哄我甲米惠，以后绝对是一个好爸爸。啊，你毋就应该爱赶紧娶某生囝，互恁倒上啊靠上抱孙啊？我准备米花去找我阿爸。米惠，阿母知影，阿姊足疼恁的。啊，毋过恁阿爸干那一个，阿姊就是阿姊。主角阿姊讲，心内想的，会使要是真的，根本都是骗人的。歹势啊！啊，囡仔人后白讲话，请你莫见怪呢。紧食。去吧。阿姐，阿姐，你会。我有话要甲你讲。